你哋信唔信呢個世界真係有報應？近日我睇到一單新聞，令到我好嬲，令到我諗翻起以前朋友講過一個故事。佢叫阿偉，喺鄉下嘅圍村長大，細個屋企附近有一隻狗女，但對阿偉嚟講，佢唔算係一個生命，只係一個佢無聊時會玩嘅玩具。每一日放學，阿偉都會拎住木棍追住隻狗嚟打，聽住嗰隻狗嘅慘叫聲，反而佢覺得好好玩添。直到有一日，嗰隻狗女喺附近嘅豬欄生咗2隻狗仔，而阿偉竟然做出咗一件連大人聽到都震驚嘅事。佢趁狗媽媽出咗去揾食，拎住一個火水桶走咗入豬欄，將啲火水倒到周地都係，然之後點火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好快成個豬欄都起火。狗媽媽啱啱揾完嘢食，返到去豬欄，諗都唔諗就想衝返入去救返啲狗 BB， 但可惜到最後3條生命全部都葬身火海，而阿偉只係冷冷咁離開。雖然呢件事佢父母有嚴厲咁斥責過佢，但隨住時間嘅流逝，所有人都慢慢忘記咗呢件事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阿偉仲出咗市區度讀書，大學畢業仲揾到一份好嘅工作，準備同佢喺大學時期認識嘅女朋友求婚。所有人包括佢自己都以為人生最幸福嘅日子終於嚟臨啦。但喺佢結婚之前1個月，怪事就發生。阿偉嘅全身都出現咗一啲不明來歷嘅毒瘡，嗰啲毒瘡爆咗之後會流出一啲好似屍臭味嘅水。醫生做過無數嘅檢查都揾唔到原因，佢嘅病情一日比一日嚴重，傷口蔓延到全身，甚至連腳板底都開始潰爛。到最後佢女朋友都忍唔住離開咗佢，工作又冇埋，曾經擁有嘅所有一切一樣一樣咁消失。阿偉有諗過結束自己嘅生命，但最諷刺嘅係佢連離開病床嘅能力都冇。有人曾經講過，所有無辜被害死嘅生命都會記住傷害過自己嘅人，佢哋未必會親手報仇，但因果從來都唔會放過任何人。我係阿占，呢度係不是人類研究小組。呢個世界唔止你眼見嘅咁簡單。